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11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台公药的行医出面提醒讲，秋冬天武汉肺炎可能会搁举一摆，望医疗机关就要先准确照顾重症病人的能力。蔡文总统5日控连任，典礼规模今年会缩小真济，就职演讲针对中国，是会注重和平对等、民主甲对话。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和内政部废止立案。早起妇联会就招募会员出来行街路抗议。观众朋友，台湾今日同款也无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咱国内到今计共是443病例，也有368病人已经复原解除隔离。不过今日搁一个致病患者不幸过往，是国内第7宗死亡的案例。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没有新增案例，我们已经连续第4天，都没有新增的案例，也是第29天，没有新增的本土案例。那累计到今天有368人解隔离。那不过很不幸的有一位确诊的患者那死亡。这一例3月19号就开始有症状出现，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叶克膜，一直到死亡前了这叶克膜使用的时间的长，就容易出现比较多的一些并发症。团队很努力的照顾之下，最后还是不幸的过世。太太是蛮早就顺利的出院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应该是同一个病毒那可是太太是4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同意解除隔离，那4月11号就出院了。因为已经29天拢无伫国内去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但台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早起就出面提醒讲，这款传染症秋冬天可能会搁举一摆，病院就要量早准测，看有偌济日头通照顾重症的病人。伊嘛建议政府要定出医疗指引，互医师有标准通好判断，若医疗器材无够用的时阵，倒一款患者会使排大先。台公卫行业引用几工前屏东的行机病院的广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病院的收入减少。自5月开始，暂时停发生理加其他福利金，来点出医疗院所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疫情也已经改变民众去病的习惯。在今年第1季，全国平均的门诊量降差不多14%，手术减少20到25%。有估计第2季的影响也会更加大。因为这个住院量跟服务量都下降，导致医院申报的服务量下降，可能导致医院工作人员他的变动薪资下降。台公卫行业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伫咧台湾的流行有较缓和，不过可能伫咧秋天的时阵佫重新流行。这种状况恐惊一个会持续2年，因此医疗院所未来应该建立作业流程，包括盘点能力、杜备重症照护的能力。仍然有可能搁再发生的疫情，同时也爱将流行期的就医模式标准化，建议中央应该爱建立相关的指引，无搁再是以病院自主的方式营运。医师他们需要一些专业指引，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碰到伦理冲突的时候，比如说呼吸器不够、病房不够的时候，你要分配给谁？这个对医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这需要有一些指引。因为疫情有较缓和，台公卫行业也认为，相关的解封措施要顾及到经济发展，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等配套措施之下，降低对经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5月20日，蔡英文总统连任要宣誓就职哦。今年典礼规模比较逐英年是缩小真济，庆祝大会无办，外国大使无邀请，国宴嘛无按算。若外邦的领袖是换用录影来表示祝贺，可连外蔡总统连任的演讲，目前所了解，针对中国的政策，同款是会注重伫咧和平对等，佮有民主甲互相对话这4项主张。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5日控总统的就职典礼，煞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举行的模式会甲往年无啥共款，规模会较缩小。早起9点，总统甲副总统伫咧总统府大礼堂宣誓结束了后，会去台北宾馆。10点伫咧台北宾馆户外广场发表演说，友邦的元首甲各国的政要会改用录影的方式来祝贺。为了因应这个疫情的发展呢，这次就职典礼会是以防疫优先、简单隆重为主轴来规划。520当天，我们不会举行庆祝大会和国宴。
这届虽然无邀请外国的贵宾，不过包括驻台的大使、下任的元首、县市的首长，也有防疫国家队，拢有受到邀请。不过考虑到防疫，台北宾馆的人数控制伫咧200个人左右。另外，各界关心蔡总统的就职演说，两岸的政策敢会有变动？根据了解，会以去年初胜选演说讲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8字，也有无共讲嘛无强攻行动的原则。目前呢，总统的就职演说，他都还在持续的讨论跟撰写之中。那目前当然都还没有办法向大家报告完全确切的内容，但是呢，总统的这个两岸的政策呢，始终都是稳健一致的。演说的内容嘛，会放伫咧防疫的表现。这个总统府送予贵宾的伴手，嘛是呼应同款的主题，有握手的甲大洗手，嘛会规划以台湾农产为主的礼盒来照顾台湾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5月，搁一项大代志，就是目前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等，计共有8国已经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外交的照会，望讲都要邀请咱台湾去参加今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咱嘛有立委咧关心，美国咱直接提案出来讨论邀请咱出席的问题。但外交部吴钊燮部长是承认讲，若这战确实有影，咱就要挖靠愈侪邦交国继续替咱斗出力。世界卫生大会会伫18举行，今年用视讯会议举行。台湾敢会当受到邀请来参加是受到关注。进前加拿大媒体也出讲，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等8国联合向 WHO 发起外交照会，声援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四色外交上面的这些默契我没有办法讲得太多甚至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增援的这些作为。不过，吴钊燮嘛坦白讲，到今还未受到 WHO 的正式邀请。有立委就烦恼讲，就算讲即马国际挺台湾的声音真大，但是最后若无法度正式参加，嘛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别国挺台湾的外交照会嘛，毋是正式的提案。各有美国的态度甲立场嘛受到关注。吴钊燮证实，美国到今也是无伫 WHO 会议当中替台湾提案。那美国这么支持美国为什么不自己提案？美国或者是说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他们认为说今年还不适合来处理的话，那我们强硬的去推，说不定会有反效果。是认为今年他不适合他来提案。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这样。支持台湾的声音会当变作正式的这个表态。我们要打破中国跟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秘密备忘录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大的这个国际的声量。另外，有立委质询的时阵指出，梵蒂冈的耶稣会刊物公告文明出版简体中文版，而且内容有沉重的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放在一起，然后甚至新闻里面也讲到说中国捐助口罩的事情。台湾也有捐口罩啊，为什么这个刊物上不能写上去呢？它不是不能写，而是在于他没写啊。它是一个学术的刊物。对啊。顶礼拜传出巴拉圭参议员表决甲台湾断交，吴钊燮表示，巴拉圭是民主国家，国内有各种无共款的声音，强调8国的总统甲台湾的关系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中原大学内底有一位焦明伟副教授，伊上课的时提起讲，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对武汉起因，结果煞去互按中国来的大学生写批抗议。但学校煞要求焦教授就要回室内，未来阁袂使踮中国学生面头前提起中华民国这4字。民进党的何志伟立委也出面关心，教育部当就说明讲，学术交流本来就袂当安尼生，家己束缚大声。疫情冲击全世界，即阵也正做是上课的题材。前一阵嘛，中原大学副教授焦明伟，因为伫咧上课的时阵推测病毒是为中国武汉来，怎引发中国学生不满，写批抗议讲老师的言论充满歧视。学校虽然要求焦明伟爱回室内，结果焦明伟向学生回室内内容讲到，正做中华民国的教授，伊袂有歧视，想袂到搁去学校约谈，讲叫伊得爱搁回一届室内。高老师啊，你的解决方法你的不同啊，我觉得提问救火了嘛？你中间还强调中华民国的教授，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教授，那你必须在课堂上讲啊，哪一个在课堂上讲？在课堂上讲的话，国家认同，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学生面前讲中华民国这件事情，跟你收不收得到陆生，这是2件事情，所以校方让本人深感失望。第2届被要求爱公开会室内，而且袂使讲到中华民国4个字，若无就是制造两岸对立。学校表示，总共无修正，第改上去后伦理委员会来审理。这个已经完全丧失身为一个老师
一个教务长，一个台湾人，基本的国格跟人格都不要了，真的是离谱。两方的，就是还有校方的一个立场，这样子回复之后，我们部里面再做一个这样的处理。那当然，整个在学术的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自我矮化，也是我们坚持的原则。中原大学表示，经过调查小组看老师上课的影片，也有问过焦明伟本人，认为伊上课内容和课程的专业无关系，而且有针对某一寡学生发表无适当的言论。学生准讲有提出反映，得请人来辅导。安那学校是毋是有涉及无适当的行政处分？教育部得爱个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张宋美龄一手创办高达70档的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因为无照政党法的规定改变制度，协助政党继续经营，但已经去内政部废止立案。早起妇联会的招募会员出来行街路抗议，发声要求政府袂当清算因的财产。总是内政部也回答讲，过去已经宽限2档，妇联会无转型，责任就要家己担当。妇联会主委雷晴甲超过90岁前副总统陈成因的弟夫仔陈顺英等人由布条到妇联会游行到附近的立法院，主张要行使公民不服从，反对内政部解散妇联会清算因的财产。我们国家通过了违宪、高度无法无天的政党法，居然用行政权来规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且强迫妇联会一定要组政党。跟着蒋夫人70年来都在做公益的妇联会，不应该被逼迫一定要组政党。宋美龄女士怎么带领我们拯救台湾的人，不管是疾病的，或者是他们孤儿的，宋美龄女士都是拯救他们。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的一刻。妇联会在1807年去东山会认定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388亿的财产去用冻结，而且政党法规定政治团体必须转型做政党。不过妇联会无伫咧期限内底转型，而且最近去内政部废止立案，搁伫咧10月启动清算程序。妇联会主张这个法规违宪，除了向立委申请要求修法，甲法规汰掉，而且搁向法院提交停止执行申请书，希望讲会当改变政策。没有给国家要过1毛钱。我们做冯军一的时候，那时候我母亲参加，我也跟来参加。打压我们党产，打压太厉害，不是党产，我们这不是党产。民进党不该打压我们，有任何行动、任何灾难，我们都不能救助了。我们需要这个钱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前总统夫人张宋美龄的相片去互挂伫咧妇联会1楼的大厅。张宋美龄伫咧民国39年成立妇联会，可讲会照顾军官，不过刘军官的财务流向不明，嘛去互外界形容做是官夫人俱乐部。即马要去互废掉，相关不满意顺从。内政部回应讲，已经互因2年的宽限期，妇联会煞不转型，爱家己负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近来有民间企业甲银行申请要办政府所推动的纾困贷款，手续费煞互扣真悬，但都有立委咧关心讲，这敢毋是哪像咧甲人加算利息咧？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顾立雄主委就讲，这2天内就会公布纾困贷款手续费咧扣的原则，尽量是袂超过1万块。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真侪产业拢去互算长加真严重，有企业向民间的银行办纾困贷款，结果煞去互收真侪手续费，等于是一只牛去互剥双层皮。前一阵仔金管会普查了后，发现有一寡贷款金较低，唔免收手续费；有一寡是按固定金额会照比例来收钱。那现此时金管会拍算要杀出一个手续费用，也有比例拢合理的版本。既然8万可以砍到3000，决定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出来？在小额的部分，当然有一些已经才免收了嘛，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认为尽量不要以超过1万块为上限。我们应该是这1、2天就会定出来。那最近全世界经济衰退，台湾出口和就市柜营收衰退的情况之下，国内股市的表现比较较稳定，早盘更加冲起来11000点。这也互外界质疑讲，是毋是8大公股行库，也有4大基金有咧营造庆祝520总统连任的行情呢？对这件代志，顾立雄认为，台湾除了服务业、航空业，也有旅宿业者，受到疫情升等较严重以外，制造业并不是全面衰退。另外，资金放量也有疫情较累，拢是互股市变好的主要原因。那在出口衰退，还有上市贵公司营收衰退的情况底下，
国内的股市表现相对稳健。 外界有点看不懂啊。我从第一季的获利状况来看，也有一些有成长的，并不是全然是衰退的。所以产业面的分布来看呢，有一些产业表现得还不错，所以体质相对来讲会比这一个一些相对我们邻近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个好。 那总统蔡英文伫咧前一阵仔宣布，要予行政院长苏贞昌继续做了后，这也予外界关注郭瑞雄伫咧5日空了后的动向。郭瑞雄强调，这个阶段是由总统也个后续内阁的官员来决定。现此时，伊也无接到电话，也无啥物特别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科技方面的新消息，台北自济病院和中央研究院，佮有自济大学3方面合作，研究出敢若用一滴滴仔血10分钟内就挺好验出过去敢捌去染到武汉肺炎病毒的检验剂，正确的比例有9%。经过这款技术，真侪轻症甚至无症头的患者，就通真快查出来。检验剂的许可证若通过，近在2月日就会当生产出来，落市面应用了。 只要把0.01cc 的血液检体放入去试剂内面，10分钟了就当知影是毋是捌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准确率会当到94%。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检测出早期的感染，就是所谓的 IgM 的抗体，然后也可以检测出可能是恢复期或是后期的感染，就是 IgG 单独 IgG 的抗体，或是在感染的中期同时呈现有 IgG 跟 IgM 的抗体。自济大学中研院甲台北自济病院合作开发出新冠肺炎双抗体检测试剂。研究团队讲，患者伫咧感染初期会产生先天部队 IgM 抗体，了慢慢消退。感染的后期是会产生 IgG 抗体。若是试剂同时出现3条线阳性反应，就代表患者身躯顶的病毒活力抑阁正强，是伫咧感染中期有传染力。虽然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只敢若400多例，未来利用这项试剂就当甲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测出来，了解社区的群体感染率。感染者他是没有症状的本身病毒量比较低这个未来还是可以再用于侦测这些譬如说一定范围的人研究团队讲，这道抗体检测试剂会申请食药署的许可证，上紧伫咧2个月内会当上市。未来将会量产，并且应用伫咧研究甲临床，也甲试剂送到全世界检验资源较欠缺的国家，协助当地医疗检测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电脑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讲 AI 人工智慧比较2张相片，有法度认出敢是同一个人。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系池方明教授，等佫进一步开发出会晓解说原因的人工智慧组。就是会认人，佫会说明讲是按鼻目喙倒位判断出来。池教授讲，若有法度互人工智慧解说理由，就通增加咱对这款技术信任的程度。这是球王费德勒伫咧无共时期、甲无共头模型的相片，传统的人工智慧可能会当判定这是同一个人，却无法度解说判断的原因。台大资工系教授池方明甲研究团队研发出一个会当解说人面辨识的系统 X-Cosine。这个系统认定2张相片是同一个人，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伫咧片啊。很绿的这个地方，很高的地方，说，我觉得鼻子这边似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准据。以前是没有，以前这2个给他就会吐一个分数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判断的。各国积极推动人工智慧 AI， 不过后面认为阻碍 AI 大范围运用的主要原因，就是欠缺信任，因为唔知影系统判断的方式甲原因。池方明教授指出，这嘛是安怎遮侪国家积极投入研发会当解说的人工智慧 XAI， 因为这会当解开 AI 伫咧做决策的过程当中人类对的疑虑，希望会当家运用伫咧更较侪医学、甲金融，也有能源等等的领域。在这些重要的决策上的时候，可以不只是有一个 AI 可以协助你判断，同时也可以解释这背后做这样判断的逻辑是什么。我想在辅助人类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带来更多的方便。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会当解说的人工智慧，会是未来发展真重要的目标。去年嘛推出世界头一个 AI 科学研究发展指引，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就是爱重视会当解说的特性，因为人工智慧甲人类的发展真密切，甚至会取代人类的工课。都爱重视伊运作的时阵的伦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6都的消息，
因为中政府已经表示讲，酒店舞厅敢通搁开业，又在地方去拍算。不过台北市的黄珊珊副市长是讲，若要爱因家己主裁，管理实在是有困难。含中央像刘有不睦的，搁有新北市。顶日因送9000几件纾困金1万块的申请单去予中央，这也引起社会议论。但早起，侯友宜市长是讲，一来二去，总是着予民众紧接着这条补贴，这上界要紧的。台湾连续28天无本土病例，武汉肺炎疫情大大稳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宣布，伫新名节无超过50个人，也有无做伙食饭顶餐的原则之下，为5月18开始，大开放封闭式场馆。不过对已经停业1个月酒店舞厅，中央交予地方政府来决定。黄珊珊认为，中央定死的原则包括保持社交距离，每回做也是增加隔板来区隔，落实挂喙掩顶个人防护，也有建立新名节以及消防安全也要合格等等。伫这方面有困难，各向中央化为希望会当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中央可以评估到说酒店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中央就可以直接宣布开放？这个都非常的令人困惑。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我们要把问题推回给中央，是这个评估的标准显然执行困难。好，那我们讨论不出结果，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希望中央给个明确的答案。8大行业敢会当开始营业，台北市甲中央无共调。不过1万块的纾困金申请案，新北市送9000多件，卫福部引发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表示，以后民众赶紧收到钱是重点，早起有拨钱，预计会有420个申请案件会当领到钱。不管行政院或是卫福部2个说法怎么样，地方一定要以民众快速拿到纾困金为主轴。所以市长一定负起责任，能审、快审、速审，再预估我们会发送420份左右。侯友宜强调，3天审完申请案件，而且赶紧分钱予民众。当然有一寡资料会起漏到无完整，后续会继续审查。只要中央讲得清楚，地方来做拢无问题。另外，台北市为5月初6到初8收件5444份，其中69件申请案已经拨钱。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农民有农保甲农会口罩条件佫会下降，1万块唔免请，就会直接入落去。不过若渔民要申请，就要看劳动证明，佫有渔会资格甲收入的条件关加这几项要求爱会合。当有的渔民就讲，那唔照农民共款直接入校就好。针对申請補貼所產生這寡問題，早起高雄市韓國瑜市長也有列話批評中央。議會行政人員早起徛伫門口口，無用伫放體溫，而且閣拿說明，有民眾為着要影印物件，早起來來回回，總共走3抓。排第3次了，為什麼？為什麼排第3次？因為我不知道要影印，我覺得很麻煩。全台灣農漁民1萬塊的紓困方案在一開始有農保身份，而且伫農會有口罩的，政府直接撥錢落去。若是漁民，就必須檢附漁業勞動證明，而且107年度的年收入袂當超過50萬，還閣愛有漁會會員資格等等的限制。所以意思就是講，有23萬外的漁民需要來漁會辦理。109年3月31號以前是我們的會員，而且現在會員也持續中。就是申請1萬塊。太麻煩，政府要有大家有攏有點哦，總統發落來就好。創完你算下時，正人下時，現在只頭路嘛做下時啊。漁民攏話講無公平，認為講農漁民應該做回來辦，直接入口罩就好。若是自從紓困方案開始以來，雙方一直來發生。高雄市長韓國瑜早起嘛擋袂掉來批評中央，認為講紓困專案引起民眾不滿，應該要檢討。民眾的情緒非常不安，甚至情緒非常的不爽，感覺到民眾會覺得是不是被刁難，會不會有大小眼？為什麼申請起來困難重重？紓困方案唔但要排除，而且閣愛方便民眾，解決大家目前上要緊的部分，唔但考驗中央的政策，嘛考驗地方第一線人員的行動力。記者綜合報道。武漢肺炎有影是拖累各行各業。人咧講頂台1分鐘，大卡拼1生。過去是3年一個新考的狀元，不過要幾年才有一個戲狀元，這是無的確。
近来因为惊讲新明生6日摆人来客去，病情快活，真侪庙会煞拢取消。做戏人无戏通好搬，毋但难得度生活，阁无通享受扑啊声。但今日公视台去台新闻的专题，就要招观众朋友，咱同齐来听戏班的心声。就出爸母房，啊，就缀阮爸母出来咧做戏啊。若要讲为5月算起嘛，20档啊。身段流利、唱念的声嘛真水开，歌戏的青年新秀赵敏君，伊是少数有法度唱文化场和庙口戏的演员。舞台是伊自细汉就真熟悉的所在，就算是伫咧30几度的高温之下，穿3层的戏服来演出，嘛无感觉艰苦。也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伊几个月拢无戏通唱，应该会惊。公演拢无演啊，无演就伫厝营营，无代志做安尼啊。3、4栋拢无去啊，怎空白啦，规个拢空白安尼啊。赵敏君有法度演话戏，是小金鸡歌剧团的同跳。疫情期间，罕得有一场伫咧台中清水的演出，伊拼性命展现真功夫。有蛋豆干个肉臊。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淑伫咧台下帮大家煮暗顿，普通时靠假册来补贴戏班的开销。经营原本就真辛苦，佮加上疫情的冲击，一开始是8部的演出强取消。所落来中部像南瑶宫20庄的绕境，各地头逐年轮流闹热的吊角社等等，今年用要全拢取消。伊嘛真烦恼，这班对伊真侪年的演员是要靠啥食穿？庙口活动来伫咧生存趁钱，也毋过你庙口的活动无，因就根本会晓做歌戏尔，你要叫伊去做啥物，无法度。赵敏君表示，伊家己有申请到政府劳工纾困的3万块，较起码用咧应该当动一阵啊。加减补贴生活费用啊，无真正食煞。当年过来戏班的大师，农历3月台北保安宫几个月的假戏戏演出，今年全部取消。这若对戏班的影响真大，连戏迷嘛真有助。我嘛感觉有一点仔取消过头，会使讲观众吼戴口罩啊。叫因坐较开看一点啊！目前台湾的疫情转好，戏迷和戏班拢希望庙口的戏台会当赶紧佮甲5彩12个布景搭起来，留着起鼓，互大家感受到信众谢神谢平安的心意。记者尤伟进对水台中报道。咱我来关心东部的消息。照看目前平阳咧种金针的所在，金针花应当是拢开啊。啊，毋过花莲车所有真侪金针园，敢若2成的花有去开着。搁另外也有的西瓜园未征收，西瓜外皮即阵就已经逼开去。一寡农民朋友当着讲，会有这种种的情形，拍算拢是气候影响的缘故。这是花莲水乡水北地区的平地金针花产区。原本这个时阵应该开满9成金针花，但是即马也是青零零。种金针30多年的花农表示，去年这个时阵花嘛是开遮少，应该是受到气候的影响。到底是气候的关系，还是讲伊种过了，爱搁再翻过，爱搁甲翻种，还是安怎？所以讲这个吼，爱搁来看咱改良场这边，看有这个专家好来研究，来辅导农民。花莲农改场表示，金针花分2种。一种是高山的荷兰种，花季是伫7、8月啊；另外一种是平地金针，大冬6号，花季是5、6月啊。花敢会开甲气候、各雨量拢有真大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整体的这个低温的累积不足，或者是在年初的时候，今年比往年的这个降雨比较少，那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抽花的速度的快慢。另外，目前嘛是西瓜大出的季节，但是有部分的瓜农发现，产年的瓜仔比例，佮有部分的消费者买到会不普的西瓜，研判可能是西瓜产地雨量伤济，才会甘水遐尼严重。西瓜长了，根茎已经烂掉，那种瓜就甘水瓜啊，那个你放久一点，它就会冒泡，这样。那瓜还能吃吗？不能吃。根据农业处的资料，目前确实有部分的西瓜田有逼过的情形，怀疑甲去年同款，可能是因为温度高、雨水多产生慢果病，嘛有可能是因为受粉的期间雨水伤过多，致使瓜仔成长无完整。详细病因，农改场也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一款外来种的青皮豆丁，但伫咧南部野外是已经生摊开了。对去年开始，东部的海岸这边嘛拢有人去发觉到。
台东林业管理处但是讲，今年因已经灭掉15只青皮杜定，因为政府目前是有专门人负责咧抓这款外来种。专家嘛提醒民众，然后当着千万唔通家己出手，万不利若互惹着是会大空势力。东海华保育团体利用暗时去野外找找绿鬣蜥，毋但伫咧水沟内底发现一只较细只的，伫咧草埔内底嘛有看到一只中型较肥的，证明东海华野外有因的行踪。绿鬣蜥的学名是美洲鬣蜥，这种大型的杜定主要分布伫咧东南美洲，分数上长有2公尺长，岁数会当食到10年，一体会当生24至45粒卵，生团的能力是真强。因为台湾有人饲了后，乌白甲伊弹掉，伫咧中华甲屏东已经有几啊千只族群的数量。绿鬣蜥的乌空遭受迫害破坏，而且还佫会食真济农作物，互农民是头壳摸咧烧。即嘛伫东部嘛看会到，而且族群可能会佫扩大。台东林管处县政府今年嘛会甲处理绿鬣蜥，将做年度移除的重要计划。前2个礼拜，我们有移除了15只哦。那除了县政府跟我们都有计划的移除绿鬣蜥。我们预定我们会如果有民众做通报的话，我们这边会委托一些专业人士去现场做守候跟捕猎的这个动作。专家建议，一般的民众上好唔通用手抓，若去互夹到，空喙可能爱舔几啊针，若抓无，颠倒会互绿鬣蜥的警戒性提悬，搁较歹处理。这种东西会越抓越聪明，如果他只是去抓好玩的，然后他被扰动嘛，他会越来越难抓。台东林管处呼吁饲绿鬣蜥的民众，唔通乌白甲弹掉。民众若是伫咧野外发现，嘛请随通报台东县1999全民服务专线来处理，避免造成国内野外白塘类生态失去平衡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因为美国的副总统 Mike Pence 身躯边的新闻秘书染着武汉肺炎。那照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办法，含患者有直接的对象，拢得爱家己在家来隔开14天，袂当出门有较好。啊，毋过副总统的发言人是声明讲，因为副总统每一日都验一摆，验出来拢无病毒。礼拜一，伊就会入去到总统府白宫继续上班咯。美国副总统潘斯的新闻秘书凯蒂米勒测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部分美国媒体消息指出，潘斯未来几啊天拢会伫咧处理自主隔离。啊，毋过潘斯的发言人欧麦利测在伊声明指出，潘斯的检验是阴性，拜一就会登去白宫上班，而且会继续遵守白宫医疗小组的建议，逐天拢会接受检测。米勒是伫咧川普的随后了后，白宫第2个治病的工作人员。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指出，米勒的确诊，和白宫西上办公区的员工是真紧张。而且伊的翁婿史蒂芬·米勒是川普的资深顾问，嘛伫咧同一个建筑物内底做工课。Katie, she tested very goo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oday she tested positive. She hasn'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e.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Vice President. 潘斯阁兼联邦防疫指挥官的责任，啊，毋过最近无论是潘斯或者是川普，两个人出现伫咧公共场合的时阵，拢无要挂喙罨。接待人员摕喙罨互因，拢去互因拒绝。CNN 的报道指出，白宫人员治病消息，互川普烦恼讲会去影响到疫情长短好，啊，个各州应该改度封锁的主张。而且目前全世界普遍的防疫规范，甲确诊个案有接触的人，应该自主隔离14天，袂当出外。因为米勒固定出席潘斯领导的抗疫任务小组会议，3个主要的小组成员，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主管瑞德菲尔、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史蒂芬汉，啊，个国家国民甲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斯博士，嘛拢因为甲米勒有接触，拄找到开始居家隔离、远距离办公，而且家己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母亲节昨才过尔，不过世界也有真侪国家同款封锁民众袂当南山出门行搭。但有的所在，母仔囝其中一个隔离点厝内，无奈双人都要隔一扇窗仔互相对望。啊，有的国家连公墓嘛禁止人入去，当然民众嘛无法度去甲过往的老母献一束花。啊，佮有的所在做老母的，家己都是医护人员，为着顾患者，只有是踮病院度过母亲节。这位伫咧隔离的母亲徛伫咧窗仔门边，孤单的听到街仔路乐队演奏。一个查甫人手内字条写着：“妈妈，这是互你的，我爱你。”这间饭店改装的隔离边戏，母亲节这天，街仔路的乐队到这为母亲演奏唱歌。少华多的风声令一般民众一礼拜只敢人出门2遍，才买生活必需品。将在医护人员也更加无法度甲出来人过节。Es más, mi hijo por prevención ahorita yo lo tengo aislado, pero sé que es lo mejor
porque ya que nosotros el trabajo de nosotros es bien riesgoso, ¿verdad？ 智利的圣地亚哥人口800万，有超过一半伫咧隔离。政府为了要避免疫情扩大，宣布所有的公家甲私人墓园要关起来。真侪人无法度伫咧母亲节即天到墓前献花，墓园外口的花店规期收纳无爱做生意。No me parece muy bien porque deberían saludar a su mamá, pero en orden, lo preciso, lo justo preciso, pero no hay un orden acá。 秘鲁的首都利马这间防疫专接病外口，做老母的医护人员伫咧厝外接受病院所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将在病人伫咧病房内隔着窗仔门感受气氛。病伫咧大楼的外壁搭出大海报向母亲致敬，顶头写着“对抗疫情无孤单，秘鲁全民甲你做伙”。秘鲁是拉丁美洲感染数第2多的国家，第1是巴西。 墨西哥目前是封城，街头乐队演奏，会当展现节庆的气氛。往年因会一号一号为母亲演奏，不过今年疫情的影响，只个人定点式的演奏。民众为了要庆祝母亲节，未要送予妈妈的花在内必要的生活物资，照规定也是保持1公尺半的社交距离。以前餐厅的订位拢订满，今年只个人外早。 墨西哥伫咧这边的疫情已经有超过3300人不幸死亡，会当伫这个重要的日子，甲母亲厝内人做伙过，更加珍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第一，爸母着孝敬，几条3笑有生命。一年长老老，父亲节一天，母亲节一天。 毋过，老爸老母对囝儿逝世关心是365天，你讲看有影无？国情今日特别招所有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听王玉川老师编撰的四句联，来讲起劝人友好这款的情理。四句联讲：爸母拖磨为着囝，透风落雨也着行。有人为囝拼性命，若要友好斟酌听。生有过手加酒芳，生无钱换落地帮。 爸母温情非常重，毋通忤逆是大人。是啦，这正民间的俗语话，生有过手加酒芳，大家拢来甲你闹热，大家拢来甲你斗欢喜。毋过咱嘛知讲，较早医疗都无遮尔进步，医疗较落伍的时代，真侪是生无过手，钱换落地帮，目睭都爱磕落去。啊，老爸老母伟大，毋是讲干那生咱尔，搁较宝贵是咧请咱。我相信讲咱镜头边真侪做老母的，咧祈求神明3支香举起来，家己的名毋捌报，家己的代志透底都毋捌求，拢是咧求讲，互我的翁婿生理都爱做好进展，家庭都爱圆满，求讲互我的囝儿逝世，都爱学业进步，都爱身体勇健。老母就是遮尔啊伟大。啊，毋过咱也知影讲真侪做人囝儿的，当然。 一路行，一直噗去，对头前认真去冲，认真去拼。有当着啊，嘛袂记咧，袂记咧讲，老母教咱穿鞋，教咱行路，教咱排骹棒去读书，啊，教咱讲一步一步，是愈离开老母愈远。你讲看有影无？毋则讲俗语话，伫咧甲咱教讲，爸母在生的时阵，咱也甲友好。 淡薄的心意，伊就会真欢喜啊！四句联讲，爸母在生一粒豆，看样死伫咧拜猪头。大股花车恁拢好，等我朋友真敖交。大愈闹热愈闹气，等我朋友交规堆。厝边隔壁烧米脆，大愈闹热会愈落水。这篇四句联就是爱讲甲，袂输敢若互你看到镜头，互你看到一幕一幕的情景共款。这王玉川老师就是咧讲。 讲爸母在生的时阵，咱友好一粒豆，看样死伫咧拜猪头。啊，有真侪人死才咧做场面哦。讲大股花车恁拢好，等讲我朋友真敖交，讲济点外钟啦。来讲济大愈闹热吼，我甲你讲，你会愈闹气。四句联咧甲咱教讲厝边头尾若知影咱不好，伊会烧米喙。人的喙真毒啦，大愈闹热到落尾是会愈落水。这是警戒，这也是提醒呢。啊，讲昨母亲节。 本地香港的民间团体有伫咧昨下晡下1点9龙遮举办大游行，毋过警方是讲近来病情咧喘，表示反对。啊，活动也来延期，是讲自本案算的时间一个到，真侪网友共款去到商场和街路发动和你做伙唱这个活动，表明抗争的决心绝对无拍折。
6月初9，香港反送中运动要满1年，香港网友随着伫咧几个所在发动隔离唱活动，算是抗争的决心冒险。防暴警察到旺角新世纪广场，经过现场的人违反限聚令，写呼叫单赶人。呢個政府咧喺疫情當中咧，佢實施咗呢個限聚令啦。咁呢個限聚令係變相嘅將我哋集會嘅自由打壓咗落去嘅，就唔單止係市民嘅人權，係連其他宗教嘅活動都唔可以去聚集，即係唔可以聚會。我覺得呢個係嚴重侵犯緊人權嘅。喺尖沙咀海港城現場嘅人也超過100人。就為這個13歲學生記者喺咧混亂中被警方帶走，現場人質疑這個少年也未成年，為什麼無予社工陪伊到警署？警方無回應。至於少年一直到暗時才被釋放。警察理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㗎，佢哋做唔到啦，並且係調翻轉頭去傷害我哋嘅生命財產啦。咁呢啲其實就係影響緊我哋嘅權益啦，亦都係影響緊我哋作為香港人要有嘅，即係正常人嘅嗰個權利咯。警方夜期經過現場嘅指揮是非法，這場原本定隨集嘅舉行嘅九龍大遊行，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為理由延期。不過抗爭民眾意願自發性上街頭，和警民各發生衝突，真濟人被呼叫本部群眾真痛苦。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也被壓死在咧塗骹。警方趕人嘅行動一直到11透早，抑閣繼續，被逮捕嘅人用旅遊巴士載走。香港已經連續21天無本土病例，不過隨集個增加3例境外移入。在疫情較緩和了，反送中嘅民眾用行動繼續要求政府5大訴求缺一不可。記者綜合報道。鏡頭刷轉來國內，來講彰化和美德威社區關懷老大人嘅根據點成立到今才9個月過，不過安排課程內容真豐富，莊頭嘅時代嘛真支持。今擺已經發展到對禮拜1到禮拜5攏有上課。雖然近來入來到這愛掛喙煙，閣有除酒精消毒，不過這阿公阿嬷遊玩也是真愛來。阿公阿嬷拍拖坐做伙，看到球過來啊，就更加踢出去。雖然掛喙煙，不過也是算加真歡喜。另外一邊有阿公在咧行棋，阿嬷咧移牌啊。彰化和美鎮德園社區據點，逐禮拜1到拜5攏真熱鬧。我咧困覺偌好困咧，啊，逐個5路真歡喜，啊，個左右啦，係啊，個左右。逐個月課表排甲滿，跳舞的、運動的，也有做藝術品的課程，形形色色。駐本德園社區據點，逐禮拜只安排1天的課和共餐的活動。不過因為長輩環境真好，社區就替時代加安排，1禮拜5天攏有活動。啊，因為吼要互迄個時代人吼來安尼，大家一只娛樂啊，互因耍啊，互因運動吼，互因暗時較好困，啊，身體較健康。即陣雖然武漢肺炎的疫情還佫咧拖，不過德園社區的理事長表示，來遮的長輩並無較減，差不多攏有20個。來的時陣攏會替因噴酒精消毒手，也維持駐本1天愛量體溫4擺的作業，確保因生了歡喜，也斟酌因的健康。記者綜合報道。同款來看中部，人咧講行行出狀元。目前大學咧處人才嘛有多元入學嘅辦法。你像台中一中這一個家庭有較困難嘅學生，就是經過希望入學嘅計劃，請入去家己意向嘅大學。另外，閣有一款特殊選擇辦法，嘛互考試嘅成績以外，別項條件較顯目嘅學生，也有一條路通好行。總是要處校齡，人處在前。大學嘅門線版，攏會拍開等待肯用心、肯認真嘅人啦。伫咧台灣經濟能力無好嘅艱苦人，若想要改變處境，人講往往都是愛靠教育。親像台中一中嘅學生李鳳祥，伊甲阿嬷2個人相依為命，長期接受社會嘅資源幫助。毋過伊過來學肉拍拼做，成績好，閣有想法，當就用希望入學嘅計劃考調台灣大學。我對我自己的定義是我之後想要當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可是我的夢想是當外交官，就是對台灣來講，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來讓可能家境比較不好的孩子也能夠讀到頂尖的大學。那重點是希望透過這個管道，能夠讓這位孩子他未來人生的夢想能夠實現。
确实讲，即马要考好大学，毋若是干那某册咧读就好。真侪大学拢推设特殊选材，毋若看成绩，颠倒要为成绩单以外各方面的表现来拣真正适合的人才。伫台湾第2奥林匹亚竞赛摕到上冠军的范东遨，就是安尼苦楚呆呆。特殊选材，它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真正适合那个科系的人才。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比赛，然后就是一个跨领域，也正好是管理学系想要的人。希望入学甲特殊选材，侪大学拢推销这款多元的精神，这嘛鼓励大家勇敢面对现实的限制，尽量发挥家己的才情，为未来开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落南，咱来看台南市新营区新桥国校庆祝设校100周。当校长甲老师就带学生囡仔，甲学校内树丛修剪落来树花，有的做做文创笔，有的做做锁匙钳啊，实在这是真特殊，佮真有意义的毕业礼品。一块一块刻无共花草，用茶做的锁匙钳啊，每一个拢真有路。这拢是用校园记落来的树身，写做一块一块落去设计。台南新营区新桥国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学校种的树啊有真侪老丛，拢超过100岁。为着保留这大自然的资源，校长就甲伊起来创作。那在修剪枯枝的过程当中，发现龙柏的一个价值，那我们也试着开发课程，就是把它做成钥匙圈做成吊饰。伫咧创作的过程，发现树仔的价值，校长也特别伫咧学生毕业进前，互囡仔兄囡仔姐家己主张茶的形体，也有长度，用树身来去做文创笔，替家己留一个纪念。学校的课程是希望国小6年级毕业的时候，孩子能够自己能够车一支文餐笔当做纪念，也鼓励孩子努力向学。伫咧校园实现美术的概念，新桥国小的老丛，即阵毋但有新的价值，锁匙钳仔顶头的圆箍仔号，也真做是学生甲学校特殊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婚林理论的礁安社区菜脯真出名，有一款放20-30冬的老菜脯，特别是搁较好价，有当时连买都买无。庄头的时代讲，晒菜脯代表客家人的文化，也是理论礁安社区的传统。望这款产业会当代代继续传落去。晒伫涂骹这一条一条的物件，毋是罕字，这拢是菜脯。其实菜脯算是客家族群真普遍的食材，毋过做的过程煞真高工。但年时好的菜脯，拢着爱摕出来晒日头。以往古早人用这个菜脯全咧来破开来晒，头到即摆阮拢用规条来晒。讲这规条要晒起来，实际上是真无简单。阮感觉讲韩国有迄个人参，礁安这边用这个老菜脯的人参，会使逐年拢差不多做差不多成千斤的菜脯。婚林理论乡礁安社区的居民趁好天，紧甲菜脯摕出来，照菜脯的年份分开晒。菜脯放愈久，色水就愈深，也会变较细条。毋过，若是放20冬以上的老菜脯，就会变做乌金，价销愈好愈值钱。超过20年至30年的菜脯做起变乌金，愈久愈乌，愈乌金，安尼係愈价值。因为老菜脯就是放愈久，就是变愈乌金，愈好价值。老菜脯会当顾气泡。会当预防感冒。晒菜脯代表客家人的文化和精神，也是宜润乡礁安社区的传统。社区居民嘛希望这款传统的晒菜脯产业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全世界有60%的人口拢是咧食米，毋过有的糖尿病患者，也是较想要减肥的人，惊食到米糖分的称悬，较煞无爱食饭。但中兴大学农业系王强生教授研究出食完糖分未亚悬的猪仔种，有影符合现代人注重健康的习惯。下暗9点，台湾新闻界就招你做伙来了解详细。腹肚若是枵落，你今仔日想要食饭也是食米。台湾有猪米王国的称号，但是个人却愈来愈无爱食饭。根据农粮署的统计，伫民国70年，台湾平均一个人一年的食米量有90公斤，即马却只剩50公斤左右。出嘴问人就是食饱未？这就是食饭未？安尼。但是近来咱这个面包还是面食咱变做互咱的饮食较西化。这个
改变的结果呢，咱的迄个美食文化全拢总变少。农业试验所成基组的林大军博士，伫这次的研究计划是担任上一开始的种源筛选，用3年外的时间，对1500种的品种选出有低糖产地的水稻品种。如何对迄个一般的迄个水稻的种源、商业品种啊，加种源内底，看有法度有迄个低糖的迄个潜力无？就是咱食了血糖袂升高。其实政府一直有咧发展侪侪农业计划，要如何成功推广，嘛爱跨单位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的实验的过程做得更完整一点哦，做得更完整，让农民比较有信心。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办一些示范的这种示范场域。农业甲人民的生活关系真密切，要如何和农业跟着时代行？除了发展农业科技，嘛爱想办法挖紧农民甲人民，安尼才有法度真正和学术另外应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搁来看国外，因为全世界打压真济所在，封锁民众袂当出门。创作出《Harry Potter》这部小说的名作家，特别邀请主演这部电影的明星，亲身来读小说，互全世界的册迷甲影迷来听。望讲大家踮伫咧厝内，同款会当体会到《Harry Potter》魔法世界的力量。去年澳洲的树林大火，拍算烧死10亿只的动物，活落来的动物同款都爱遭遇无物件通好食的危机。阁有真侪伫咧火烧内底去互人救出来的动物，当初因为疫情影响，照顾的骹手也减真侪。澳洲的野生动物当咧食葡萄，享受工作人员用心的照顾。澳洲去年发生历史以来上严重的森林火灾，计共有超过10亿的动物因为这场火灾来死亡。若互救出来的动物，有的身体已经豆豆啊恢复，有的实在是伤甲伤过严重，要是过往去。I don't think many did survive. Lots of people were hoping that the burn victim would come in, but it was the fires were so extensive and intense. 对这寡互救出来的野生动物来讲，稳定的食物是因通活落去的关键。不过，野生动物的保护团体表示，去年这场火灾，互当地食物来源是真欠缺，佮加上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也限制社交距离。工作人员要同齐做事，也变甲真困难。The need is still there to help our wildlife, but unfortunately, due to restrictions, people aren't able to help like they were before. 葡萄园主人娜塔莉的农作物也因为这场火灾来影响，拢着报销去。若要甲遮的农作物当作粪扫单调，伊选择关护野生动物的保护团体，也得到真侪人的学乐。The joy on the kids' faces and cutting the grapes and throwing the grapes and the community spirit was beautiful. 这寡食物虽望通饲遮的野生动物一阵嘛，毋过实际上食物甲志工的数量也是真欠。We've lost so many animals.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are so important. 照护人员表示。有的动物搁着开一冬的时间，才毋免靠人类协助，通登去到野外过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5度到30度，中部28度到32度。南部27度到33度，东部25度到31度，今仔平湖22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